人工是地方嘅美食嘅前65，係到台北宮廷嘅美食。睇苗栗大蘭嘅山度空，就以嚟準家鄉嘅後生兒斬橋兒同家爸爸共下學前65，家到學嘅當多種嘅前65，唔但止賣唔知嘅，還用貨送到貨嘅方式來賣看獎嘅魚嘅，同時每開傳堂研發嘅各種嘅前65料理。用頭刀米自家種包嘅方式培養出嘅無窮用嘅人客。頭擺加到美食認證對養生業唔多了解，了解了為幾行業。下後斬橋機以那嘢去搶高人，事前賣經驗，也總算係行出自家嘅路位。斬橋機當然會去唔同水魚嘅同水質，可能到唔同度方大大細細各種品種、各種色嘅魚嘅，也就會人工嘅地方機嘅名式前65。等下水就會黑啊，會髒啊，就是這樣子而已。我們就只有把那個排污，它的便便排出去，這樣子而已。前65愛向來講，水質一定重要。阿橋兒利用大蘭山區嘅山泉水來用，就會特別注意冇必要切切插插嘅東西。梅雨季節或者是颱風的時候，我們會剛好在做魚苗的時候會怕這個這樣子，怕那個黃沙帶來的水會讓魚會經過它的鰓嘛，然後讓它沒有辦法呼吸，然後會受傷。一條經驗，早前都係阿橋兒同家爸爸花喺幾下年嘅時間去描出來嘅，人才還是認真經驗唔拉，甚至都動到唔係希望。就是想池子要乾淨，結果一刷也不行，這個2星期以後就死得越嚴重啊！現在改過以後，不要去動啊，很天然、很自然的，你不要去洗它，什麼都不要動啊，存活率都很高。那時候那一池我記得很清楚，放了1500隻這麼大隻的魚。1500隻哦，刷了3天之後的1個禮拜，死了大概800-900隻。從那之後，我們就是把排污做好，然後就沒有再刷池子，除非魚不在。其實為學前65係阿橋兒家爸爸學技師，唔過現在冇經驗，了為一刀錢，連親戚朋友也講求以前單發資，故數幾個天轉到家鄉同家爸爸來聽學。以前我是在做業務的，然後跟養魚這個行業根本就是天差到地了。然後養魚是因為我爸爸先接觸鱘龍魚，一直做得不順利啦，錢投出去，然後都沒看到東西，然後我才想說把自己本身工作放掉，然後回來接觸看看，了解看看這樣子啦。剛開始沒有經驗，魚苗買回來，什麼都不懂，一段時間。養魚都唔掂，覺得很失意。但是我們客家人呢就是這樣子，不願意輸，再去研究，再去一直問人。還好就我小孩子回來，他從大陸那邊有拿一些知識回來，我們就慢慢上去研究起來這樣子。阿橋兒把依度心理來研究，係因來去同人請教，但為學前65愛成功，就會先用心學5仔嘢，也未係要何時要送本嘅結論。他比照顧小朋友還累，他基本上要2個小時、3個小時就要起來餵他，然後怕他餓到，怕他因為餓互相咬同跑的尾巴，然後就會兩敗俱傷。然後這種時間大概要照顧他的時間至少要1個月，要1個月時間都要熬夜。佢學到暗用心，前65唔單槍做地昆獎，還做地拿來做高級嘅魚子醬，來提升前65嘅價值，也都會有動針條嘅用車技術。因為我們飼料用得比較好，然後吃的都比較容易有飽足感，然後就也會比較會長得比較順利啦，比較快這樣子。然後我們也會添加一些益生菌，顧魚的腸胃也可以照顧我們的池子。對，然後養魚的話也會比較好養，這樣子。
也多年来，阿丘伊每次等同家屋卡人研发各种嘅禽料嘅料理，家屋卡总会一道用料吃饭，注射家下拿来夹一点赞，彼得会买到人客嘅心，但抢禽料让你极限变出九种料理，对肉到骨头、贵面嘅嘅全部办式好送摕。有清蒸，有药膳汤，然后有生鱼片，然后有烟熏，有蒲烧，有凉拌，然后也有那个拿来炒青菜，鱼片炒水莲这样子，然后再来就是做龙骨的部分，做盐酥的部分，对，然后味道的话会融合客家的精神在里面啊，就像搭配那个柠檬叶啊，或是紫苏。吃进去的话，那个可以更衬托出那个鱼的清甜跟鲜味这样子。认真料理系当日现料现煮，上个一道正式嘅日做就先煮完。中下有饲哦，金币同日天，你金币做成当饲，啊唔咩冲人饲好变平常吼，无按饲安尼。哦，啊其他料理，佢会经改变啊，像金币人啊来时都有2-3种冇试过安尼。之前没吃过，这食大行都好食，足青啦，这个很特别，其他的鱼种没有像这种口感。对肉唔知嘅，买唔知嘅，买唔嘅本日用来昆酱，有限买料理，调到米起家包，也按多年来阿丘伊做出名声，连亲戚朋友都说安强。就觉得现在大家都。开始会有长辈夸奖啊，从以前的不认同嘛，到现在会觉得说，真的，原来做寻龙与孵化这个比较高经济的鱼种，这个过程真的不是那么简单，真的需要时间去证明。很好做，可以做沙西米啊，做清蒸、干煎啊，做鱼片。就是这样做，很漂亮。家下阿丘伊未开发，有人会买唔知嘅就直接皮送到屋嘅城里，连一道国外嘅人客就按你同佢煮饭。阿丘伊用时间来证明家嘅能力，连国之后也看到台湾肉禽肉嘅实力。